陳老師，我啱啱從馬爾代夫結完婚翻嚟啊，咁我哋嘅婚姻喺 Ontario 係咪一定會被承認㗎？哦，恭喜晒先啦嚇！咁如果你喺馬爾代夫舉行咗婚禮，咁首先咧，你喺嗰度純粹係舉行婚禮啊、擺酒啊，抑或你亦都有註冊咧？有擺酒有註冊。有一個誤區啦，即係話如果我有相啊、有擺酒啊，就係一個正式婚禮啊，咁樣咧就會合法。嗱，並唔係咁噶。翻到嚟加拿大，首先咧要睇翻你啲文件啦，係咪有向當地嘅法庭註冊啦，同埋有冇法院個章啦，同有冇結婚註冊嘅登記號碼啦。如果有齊呢啲嘢，先算係合法噶。咁我仲要唔要公證翻譯啊嗰啲嘢？嗱，如果講到公證翻譯嘅話咧，咁好視乎當地俾你嘅呢份法律文件咧係咪英文啦。咁如果係英文嘅話咧，咁你通常嚟講都唔需要再公證翻譯噶啦，因為英文咧加拿大係承認英文嘅。如果你有任何問題係關於海外文件嘅，咁歡迎你咧直接預約我做翻一個啦1對1嘅 consultation。咁 CY Legal 嘅聯絡電話咧就係905-882-2228，任何一位同事咧接到你個電話咧都可以幫到你噶。